路加福音2章20節，牧羊人回去了，因所聽見、所看見的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佢哋所說的，就歸榮耀於神，讚美他。今日經文嘅重點係牧羊人滿足地回家，口裏面充滿讚美。呢段經文話俾我哋知，喜樂同埋感謝係信仰中送俾我哋最好嘅禮物。而家就同屋企人分享一下，你今日最感恩係乜嘢呢？分享完之後，我哋一齊祈禱啊！主啊，感謝你讓我們滿心歡喜和感恩，奉主耶穌的名求，阿門。